真係太攰啦。有陣時覺得就嚟頂唔順，為咗啲仔女，成日撲嚟撲去，成頭家靠晒你，件貨物重過自己都要就起，落住雨都急急忙忙衝嚟衝去，就係為咗籌夠醫療費。仔女嘅期盼，爸媽嘅擔心同掛住，就算整親都要頂硬上。生活就係咁，成日令你身不由己。你唔係唔努力，只係現實將你壓到趴低，出盡力搏命，但係得唔到合理回報。呢啲就係生活嘅無奈。但係日子總要過落去，男生就只可以係咁。仲有冇機會重新攞返未來嘅生活呢？直到發現咗呢個平台，原來閒置時間都可以變成真銀。有一技之長，定價自由，任務收益直接落袋，接多啲單儲積分得獎金，收入翻倍唔係發夢。任務金額由你話事，所有交易任務金都有專業機構同你搞掂，每一筆收益都合法透明，貢獻值越高，拎到嘅共同富裕獎勵金就越多。朝早返工，收工之後帶人打機過關賺外快，時間幫我帶嚟第二份收入，呢度冇剝削。只有公平分配，你嘅時間值得被平等重視。與其喺度怨，不如把握時間行動，數碼開始你嘅翻身之路啦。